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以赛亚书第26章第7到15节，使徒行传第2章37到4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渴慕。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讲到初代教会圣神降临了后所发生的代志。教会发展，亲像五旬节迄一天的圣神安尼，真热切来，亲像迄个火子降临安尼，烧遍耶路撒冷全部的人，大家拢受到感染因为当然这是圣神的工作啦所以互这个初代教会就真热切热噗噗的发展。但是真侪时阵，咱听到真侪人咧讲到这段的经文的中间，牧师有感觉咱拢伤过头重视迄个人数，时常听人讲3000人信主呢伊讲你看彼得偌有能力，一届讲倒互3000人信主。经文安尼甲咱讲有真侪人领受伊的信息，并且接受洗礼。迄一天信徒约略加添3000人这是约略尔啦咱拢真忽略着迄个第37节所咧讲众人听见即个话，心就刺插。什么话？就是36节进前所咧讲的。36节安尼讲，因为安尼以色列全家就确实知。恁顶伫十字架，即个耶稣，上帝已经立伊做基督即个是伊的信息的重点，因为即个信息的重点，互人会感觉心内刺插。亲像咱昨伫主即个信息内底，咱有引用讲，约翰福音第1章41节伊去找伊的阿兄对伊讲，我已经拄着迄个比赛这个比赛翻出来意思就是基督就是今日咱伫使徒行传所看到的。约翰福音第4章25节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伊嘛安尼来讲我知迄个称作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伊来就会将一切事甲咱讲，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就知影咱就看伊。希腊文咧讲到弥赛亚弥赛亚，这个两位的圣经拢真清楚甲咱讲，这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应允的拯救因为安尼，咱伫耶路撒冷遮的人，咱看见因真正心内火热。当因听到彼得安尼咧讲的是讲，恁逐个人都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叫恁的罪通得到赦免，就要领受所赏赐的圣神，因为这应允是互恁甲恁的儿女，并且一切伫远远的人，就是主咱的上帝所调来的。彼得佮用这个话做见证，劝勉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冤巧的世代。彼得所讲这个话，其实洗礼约翰伫旷野嘛，对以色列人来呼召。但是即摆较无共款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搁活，圣神已经降临因此，咱看见当初时的人，因有迄种圣神的火热，因心内真渴慕救恩。以赛亚书26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也甲咱提到相款类似以色列人对上帝救恩的渴慕。经文安尼讲公义的上主你互公平的人行去平坦的路，你互正直的人行这个大路，阮听候你，跟对你的旨意，你的名甲名望是阮的心灵内面的愿望。伫暝间我找求你，我全心全意渴慕你。
当你的审判世界的时阵，万民就知什么是正义。以赛亚书嘛真清楚甲咱讲，咱着爱较无来尊敬上帝的道理旨意，安尼的人就会当去找着上帝，安尼的人就会想要爱得到改变，安尼的人就爱需要来付出行动。伫圣经福音书内底讲到浪子的故事。咱知影这个浪子，这个细汉囝，伊背着伊的老爸，伊离开伊的家庭，去安尼南山开钱落魄了后，伊觉悟，伊安尼决志讲，我要起来，去到我的老爸遐，来伊讲，爸啊，我得罪你，搁得罪天，搁得罪你。那了后，我不配称做你的囝，你甲我当做一个过工就好啊，吼，请就好啊。这是伫路加福音15章第18节到19节。重点是这位浪子，伊毋是伫遐决志，伫遐嗨呢安尼尔，伊决志，伊觉悟，然后伊付出行动。所以了后，咱看见伊着付出行动，倒转去伫厝呢，佮甲伊老爸安尼讲。迄个老爸，咱讲是上帝，就接纳伊啦吼。所以3000人毋是重点，约略3000人毋是重点，重点是因较无的行动力。咱拢较无脱离中共武汉肺炎的侵略，但是咱必须要付出行动，咱来诚心祈祷上帝求主保守。咱来付出行动，做好个人的防疫的作为。若无，咱的生活要搁重新开始，都毋知到啥物时阵啊！但愿上帝的怜悯甲咱三甲弟弟，愿咱每一个人拢有较无的心智，嘛有迄个实践的能力。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2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以赛亚书26章第7到15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37到42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渴慕。使徒行传第2章的经文记载的初代教会在圣灵降临之后呢，有一个不同风貌的发展。正如同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当天，圣灵如同这个火的蛇降临，烧遍了整个耶路撒冷，这个使得全城的人都受到了感染。因为圣灵的工作，让初代教会的发展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在听很多人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太过分聚焦在人数上面。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但是牧师常常听到人家说：“你看这个彼得多有能力啊！”他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啊，这是在今天的经文第41节所记载的。他说，许多的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一天，信徒增加约3000人。我们实在是太过分聚焦在这个地方，我们忽略了37节的经文提到的。他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是什么话？众人听见这话，这到底是讲什么？就是在36节以前。36节的经文这样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昨天的主日信息里面有提到，我们引用约翰福音第1章第41节，他说，他先去找到他的哥哥们，西门对他说，我已经遇见弥赛亚。那弥赛亚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基督。另外一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4章
25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这妇人对耶稣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在希腊文里面 Messiah 在这2处的经文都非常清楚的解释他就是基督Christos 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上帝应许的拯救。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人们，因为圣灵的同在，他们的心里火热了。他们听见了彼得的话，这样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上帝所招选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的所说的话其实跟施洗约翰差不多一个在旷野对以色列的呼召，但是这一次有一点不同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是基督，圣灵降临了。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有圣灵的火热，他们心里渴慕救恩。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26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呢，也提到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救恩也是非常渴慕的。经文说：公义的上主啊，你使公平的人走平坦的路，你使正直的人走康庄大道。我们等候你，跟随你的旨意。注意听等候你，跟随你的旨意。你的名和威望是我们心灵的愿望我们所渴望的。在夜间我寻求你，我全心全意渴望你，全心全意渴望你。他说，当你审判世界的时候，万民就知道什么是正义了。意思就是说，当审判到的时候，或是审判之前，我们就要走在正直的道路，就像第7节所说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他就会懂得要寻求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他就会想要寻求改变，或是说被改变。他们就必须付出行动。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当中这个小儿子，他背逆他的父亲，他离家，他挥霍，后来他落魄之后呢，他这样子有感动觉志，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我要做一个雇工。路加福音15章的记载18节19节。重点是这一位浪子，他有感受到，他渴慕了，他觉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他付出行动了。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他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他跟他父亲又重述了他的觉知的那一句话，他就被他的父亲在经文里面比喻是上帝接纳了。3000人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渴慕的行动力。目前我们都渴慕脱离中共武汉肺炎的侵袭，那我们就必须要付出行动。就信仰上面，我们要付出诚心祷告，求主保守帮助。在个人的生活方面，我们要付出行动，做好个人的防疫行为。否则的话，我们所期待的生活重启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盼望。愿上帝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渴慕的心志，有实践的能力。